頭先呢首歌咧，叫唱情歌的人，即係顧名思義講自己。咁其實頭先嗰首歌係送俾咁多年嚟，即係我入行25年，咁多年一路支持我嘅所有嘅 fans， 多謝，好多謝你哋，係多謝，尤其是多謝你哋。咁當然都好多謝咁多年嚟，無論係睇我嘅劇集又好，電影又好，聽我嘅歌又好嘅朋友啦，係要拋我嚟㗎，係嘛？我等緊。咁因為呢一路走過嚟，其實20年，我覺得時間過得好快，即係眨下眼嘅時間，我亦都係咯。話咁快都40幾啦，咁我好開心嘅，好開心自己嘅好多可能有啲作品係喺你哋嘅人生入邊啦，或者係生活入邊啦，係可以陪伴到你哋，或者係起到個娛樂嘅作用，或者係係啦。一啲你哋中意聽嘅、適合你哋當時心情嘅一啲歌曲，咁亦都好多謝今日嚟嘅在座嘅每一位朋友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廣州個呢個場都係唔嘢少嘅，都係其中一個我最中意嚟嘅一個體育館嚟嘅，因為其實可以做到4面台嘅地方唔係好多。咁都知道我哋紅館我都係最中意做4面台嘅。咁點解4面台咧？因為4面台有個係我係會忙啲㗎啦，因為我即係有成日啲人話喂，乜成日攞有對住我？喂，咁大佬4面台，咁我梗係一定有面係背脊對住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我咪係咁，你叫我係咁行你嘅因為其實4面台咧有樣好嗱。我就未知3面台係咪遠啲嘅3面台，
四面台咁都算近啦，係嘛？係咪先？即係起碼我睇得好清楚你哋嘅咁啊，每一個人啊嘛，係嘛？我睇得好清楚你哋啊嘛。即係三面台有時我真係睇唔到啊。係啊，我睇到晒㗎。即係陣間如果大合唱嗰啲嘅咧，即係如果你哋有冇唔係即係你扮下，即係唔熟歌詞又或者唔係好熟首歌都好，你扮下口抹抹都好啦。即係好似翻學嗰陣時咧，即係唱音樂上音樂堂咧嚇，咁你抹下抹下，我都即係係啦，都覺得你係參與緊我哋成個演唱會噶嘛嚇，咁睇到好清楚㗎。喂，同埋咧嗱，以下呢一 part 咧好重要啊！以下呢 part 其實係其中一 part， 我即係我成個演唱會，包括今次嘅呢個演唱會，即係喺香港呢度做。其實我其中一個算係我最中意嘅其中一 part， 因為呢個係即係集齊咗我25年入面嘅無論音樂上面啦，或者戲劇上面嘅一啲作品啦，所照咗。咁啊，我諗一定有大家熟悉嘅歌曲或者係角色嘅，或者睇過嘅。嚇！如果唔係我懷疑你點解會買飛入嚟睇我個演唱會咯？嚇，係咯，咁就咩啊？張凳，張凳唞緊啊！張凳休息緊，係啊，因為佢陣間會好攰啊！佢陣間會。咁啊〜係啦，以下呢一 part 咧係唔係感動嘢嘅，你突然間搞到我真係係咯嚇，係啊，但係就唔係呢 part 我哋認真，真係感動嘅，我自己都感動嘅，我係希望仲有一樣嘢。呢 part 咧，因為好多歌，如果你聽到你就盡量即係可以聽，即係可以隨便一齊唱啦。包括山頂嘅朋友嚇，喂咁咪啱咯。你睇，你山頂，你喺山頂啲朋友幾大聲 ？Yes！ 喂，咁啊呢 part 算即係暫時warm up下先啦。嗱，同埋呢一 part 咧，我係冇任何我要行去邊係冇設計過，即係所以我係好隨心嘅，即係我想可能喺嗰度啊，突然間唔知點解喺嗰度會唱兩首歌咁，我唔知㗎，即係可能因為嗰一邊嘅觀眾係個反應，我係比較覺得係大家可以用埋一睇。咁跟住落嚟送俾你哋一 part， 等陣先，我飲啖水先。因為呢 part 好長，呢 part 係一個大 melody， 所以真係幫手啊！係啊，做一個演唱會2個幾鐘都唔係講笑嘅啫，把聲好攰其實。喺邊啊，寶？喂，咁啊，歡迎嚟到我哋呢個。高就到 World Tour 世界巡迴第一站嘅廣州大型卡拉 OK 現場。嚟啊！天再漸少。
這機，還會誰共好？此生必須被眼淚潤燥，彷彿你知道。我擺喺度先，有工作人員有冇人幫我收翻？麻煩。
個假粉就係人哋個個都識唱㗎。女神，哇！呢首我識啊！天高地厚，就似各自暢遊，忘記了忘不了痛過千秋，縱使雙手多麼緊扣，亦要走。從此以後，誰也不回頭，一種熱頭，可想切割到老，忘記沒有，忘不了路過沙丘，我到苦乾都找不到，綠洲。Let's go！ 你在我記憶裏行，每步也傾心，等你踏過許多足印，捨不得置身。你贈我太多見聞，拿不走的熱吻，多努力放低經不會忘記，歡慶紀念品。忘掉昨日，今天不變。你在我記憶裏行，每步也驚心。等你踏過許多足印，捨不得置身。你贈我太多見聞，拿不走的熱吻，多努力放低，天不會忘記。常常過路分爭跑。